呢支係28mm至300mm，呢支係50mm至到300mm，兩支鏡頭嘅焦段都差唔多，應該點揀先好喎？唔知點揀咧，等我幫你手啊！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騰龍嘅 YouTube 頻道。咁我哋騰龍咧較早時候就出咗兩支變焦嘅鏡頭，分別係28到300mm 10.7倍嘅變焦鏡頭，同埋50到386倍嘅變焦鏡頭。呢兩支鏡頭咧，好多朋友都話啦，會唔會重複咗個焦段呢？咁今日咧，我就會介紹翻呢兩支鏡頭嘅特性，等大家可以分別點樣使用呢兩支鏡頭嘅。拍片影相嘅話咧，最好就係有 model 嚟幫下手啦。咁我哋今日就有阿 Christy 嚟幫我哋手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hristy。Christy， 你除咗本身係一個 model 之外咧，咁有冇其他職業係做緊嘅？咁我除咗係 model 之外咧，我亦都係一個芭蕾舞嘅老師啦，主要教啲小朋友跳舞嘅。咁我除咗跳舞之外咧，都有其他興趣㗎，譬如我中意睇戲啦，同埋去旅行。我嚟緊仲諗住去福岡旅行添。呢兩支鏡頭唔知應該揀邊支去先好呢？咁明白晒啦。咁或者陣間我哋就一邊用呢兩支鏡頭出去影下相，一邊就介紹翻呢兩支鏡頭嘅特性，咁睇下幫唔幫到你揀鏡頭啊？好啊好啊，咁我哋快啲去咯。去咯。首先我介紹下兩支鏡頭嘅資料。28到300mm嘅光圈係由 f4 去到7.1，而50到300mm嘅光圈就由4.5去到6.3。兩支鏡嘅鏡身同樣有個 lock 掣，配備防手震系統、USB Type-C 插頭俾大家 update firmware 同設定鏡身功能，當然有埋個功能掣啦。而 field size 同樣係67mm， 28到300mm嘅鏡身長度係126mm， 重量就係610g。50到300mm嘅長度就係150mm， 而重量就係665g。28到300mm 其實係主打一鏡走天涯嘅便利性，即係我哋平時講嘅天涯鏡。28mm 超廣角到300mm 超望遠焦段，最適合影風景、人像、街拍、動物等各種類型題材，而又無需忙住去換鏡頭，就可以影到你想要嘅畫面。F4 到7.1嘅光圈值就正係天涯鏡最適當嘅光圈啦。因為如果強行將大光圈嘅設計加入一支10.7倍嘅變焦天涯鏡入邊，喺鏡身重量上會有相當嘅增加。支鏡重咗啦，大家就唔會太願意攞出街影相，所以會有少少違背咗輕便天涯鏡嘅定義。而610g嘅重量就絕對係一支輕便之選。以前嘅天涯鏡通常邊位同 zoom 到最遠300mm嘅時候，啲畫質咧都會幾嚇人。但依家鏡片嘅構造同光學設計都經過改進，出嚟嘅成像都會有翻一定水準。作為一支天涯鏡，呢支嘅畫面質素就絕對夠用。加上 VXD 高速對焦摩打同 VC 防手震系統，就算係啱啱學影相嘅你都唔使擔心影唔到靚相。係咧 ，Christy， 今日我哋就嚟到馬灣1868呢度影相同拍片啦。咁你知唔知點解呢度叫馬灣1868啊？梗係知啦，喺1868年，清政府喺馬灣設立海關，呢度見證咗清代關稅史重要嘅一頁。特別以呢個年份作為印記，將二期項目正式命名為馬灣1868，以凸顯馬灣悠久嘅歷史。有做功課喎。梗係啦。等我又補充多少少資料啦。馬灣原本係一個漁村，馬灣舊村有超過200年嘅歷史，最繁盛嘅時期為1960至1970年代。當時島上居民主要以耕作、捕魚同曬蝦膏為生。隨住1997年青馬大橋落成，開始大興土木，而2007年7月1日，馬灣公園就第一期正式開幕。
如果想追求比較高畫質嘅話，呢支50到300mm 就提供到高成像嘅表現俾你。F4.5 到6.3雖然唔算好大嘅光圈值，但喺良好嘅光線之下，仍然會得到高質嘅成像效果。6倍嘅變焦能力，令到由標準到長焦距拍攝嘅時候有更強機動性。而665g 亦係呢支鏡頭嘅優勢，相對於同類型變焦鏡頭，呢支會係比較輕，而便攜性亦較高。呢支鏡頭有一個特性，就係佢嘅最近對焦距離係22cm，放大率有1:2，可以當半支微距鏡頭用，配合埋 VXD 高速對焦摩打同防手震系統，令到呢支鏡頭嘅用途更加廣泛，最啱用嚟影生態、雀仔同運動呢啲類型題材。而我就中意攞呢支鏡嚟影下人像，既可以影到50mm 嘅標準視覺，又可以影到300mm 超遠距離嘅壓縮感。喺構圖同創作有極大嘅空間之餘，全焦段都可以保持高畫質表現。咁我今日真係好開心啦，因為今日天氣好好，又影到咁多靚相，而且我第一次嚟到馬灣1868呢個地方，呢度好 colourful 啦，全部都色彩繽紛，真係好靚啊！咁我今日咧就試咗呢兩款鏡頭啦，呢兩款鏡頭俾我嘅感覺咧都係好輕、好輕便，啱晒我哋女仔用。而且佢嘅對焦速度原來可以好快，我輕輕一喐個鏡頭呢，佢就可以對到我想要嘅畫面，仲可以影到好遠添，真係好犀利啊！唉，今次煩啊，唔知應該揀邊支鏡頭去旅行先好呢？嗱 ，Christy， 咁我同你總結下呢啲兩支鏡頭先啦。28到300mm 咧係屬於一支旅行嘅天涯鏡頭，鏡身又輕，影近又得，影遠又得，一機一鏡咧去邊度玩都冇負擔。而50到300mm 咧就係一支極之輕便嘅生態同運動鏡頭，有時候攞出去影下街拍都仲 OK， 而且能夠提供更高嘅畫質表現。所以咧，視乎你今次旅行影咩題材多啲啦，咁你可以慢慢諗清楚喎。明白晒。咁今日嘅鏡頭介紹咧就到此為止啦。而你咧又中意邊一支鏡頭多啲咧？歡迎喺下邊留言同我哋討論下。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 share 訂閱我哋嘅頻道 ，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 IG， 最緊要就係 follow 我嘅 IG 啦。嗱，咁我哋收工咯，你揀到未咧？我覺得兩支鏡頭都好似好好用咁，所以我決定兩支都帶晒去啦。拜拜。